欢迎收看最有感觉，我是可静。我们现在在吐鲁番的麻扎村，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土庄，可以说是这里边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民居住在这里。我走在这个古村落里，没有看到多少游客，连村民都很少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就深入的去看。呀呵，我发现了啥？嘿，我终于发现了新鲜的水果了。这个啥？哈密瓜啊，新疆的哈密瓜大又甜呐，尤其是吐鲁番这边的瓜果特别甜，就是最出名的了。想知道怎么带走一个？这好像没有人看过，要不不了。我们现在路过的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荒废的人家。一路过来呢，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很多这些房屋紧闭着这门，他们这里面都是没有人住的。我又经过了一个人家，这可以看到，感觉是有人居住的。然后呢，在这户人家的门口，这个牌子上面是看到有个四有四无户，啥意思？大家知道，其实在这个村落里面的房子基本上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我们现在又走到一个地方，看到了这个牌匾，就由于上面那个勒科克，他是德国的一个探险家曾经他就是在这里住的。对，他是一个强盗来了，他来了吐鲁番之后呢，把吐鲁番这里大部分的壁画、文物，还有一些经书、还有一些陶器都给盗走了，你知道吧？盗不走的都破坏掉了。他这边好像应该是卖水果的吧？因为看到它这有哈密瓜，还有葡萄干，都卖的东西都摆出来，但是人不在这。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，它是一个历史建筑来了哈，它是建于民国初期到现在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这个房子的构成呢，就是由那个生土做成的，因为生土它粘性比较强嘛，做的这个面积是比较大的。它这上面也写着四有四无户。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清真寺了。这个清真寺呢，它就是位于这个麻扎村最中心的位置，可以看得到它这前面呢就有4根柱子在这，一直的像往天上的人长去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在它最顶尖呢还有月亮形状的亮片。不过很可惜，它这里还是锁着门，大门紧闭，这里人烟稀少。然后再加上那空中盘旋鸽子那种声音，真的是增加了好几分的诡异的色彩太诡异了，这地方给人感觉。我们在这边呢也看到这些那个炭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里人生活的还是比较古朴一点的，比较古老一点的。这个村子也不算小吧，但是呢但是据网上说呢，这里呢就大概只有10户的居民，大部分的村民呢，他们已经都搬到了现代化一点的城市里面去了现在在我这个角度呢，可以看到身后的那个清真寺那个全貌了上面呢还有一些蚂蚱。蚂蚱呢，它在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呢，就是圣地的意思。其实像这个地方呢，它原本呢是一个叫做绝路绝地的意思，但是以这个村落命名为圣地这个名字的话，也就蚂蚱这个村落的话，那说明这个村落真的是非常的有名了。其实在那边山上它也有一些墓地它这里也被称为是东江宝窟。这个古村落呢，距离吐鲁番市区呢有55公里，它整一个村都是处在这个土峪沟的下面。其实走在这里的古朴的道路上你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，然后还能够感受到这个古村落的静谧在这个村庄呢，你大概就只能够看见2种颜色，一个是黄色，还有个是绿色。黄色的是什么呢？黄色就是指的是这些生土做成的房子，还有就是火焰山的颜色。绿色呢大概就是那个清真寺的颜色，还有这个绿树的颜色。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去看一个非常震撼的地方——土峪沟大峡谷我现在发现了一棵树
这棵叫做长寿树啊，它是一棵桑树来的。因为以前呢，有很多的老人在这里树底下乘凉，那据说是可以说吸取这棵树的长寿的灵气啊，所以呢，它就被叫做长寿树。他说，只要是摸了它的人，那些人都可以长命百岁。我在这里其实一直都在摸着它。我知道我是可以长命百岁的。我现在走在这个村庄啊，它就是大峡谷下面的一个村庄。但是我走在这个村里面呢，我发现有好多巷子纵横交错的，感觉像在走迷宫一样。感觉这个村子几乎都没有什么人居住了。我想问路啊，现在都找不到人，感觉现在已经迷路了。现在又不知道往哪走好。说好的大峡谷呢？这个麻扎村呢，我们就逛完了。逛下来其实也不大，但是呢，里面的很多小巷子总是能够使我迷路。还行，里面那种房子、建筑啊，各种什么样的都挺好。这里的建筑呢，就非常有这里的民族特色。这里就保存着最完整、最古老的生土结构建筑群。请继续关注最有感觉，跟我一起探寻西游之旅，发现更多的美食美景。